講到90年代香港影視圈嘅經典性感女神，大家一定會即刻諗起張慧儀。最近呢位昔日女神喺社交平台宣布咗一個震撼消息，佢竟然喺家鄉馬來西亞升官啦！見到佢着住一襲鮮紅色低胸盛裝，手持由霹靂州政府頒發嘅旅遊推薦官證書，全程神采飛揚。現年55歲嘅佢，無論係凍齡美貌定係火辣嘅 S 型曲線，依然極度吸睛，令網民大讚，女神稱號真係名不虛傳。不過喺呢份光鮮亮麗嘅背後，其實隱藏住一段鮮為人知，甚至係血淋淋嘅過去。大家仲記唔記得2003年嗰場轟動一時嘅家暴風波？當年張慧儀同前未婚夫拉丁舞王霍紹球本來已經宣布分訊，但張慧儀發現對方性格根本唔適合自己。當佢主動提出取消婚禮嗰陣，竟然慘遭對方毒打，眼角嚴重瘀腫流血。呢件事喺當年霸佔咗多日頭條，亦令佢精神大受困擾。為咗療傷，佢毅然放棄香港如日中天嘅演藝事業，隻身北上轉行從商。正正係喺呢段最黑暗嘅日子，張慧儀迎來咗人生最重要嘅轉機。喺一次義工活動入面，佢遇上咗患有嚴重先天性心臟病嘅男童 Hanson。當時張慧儀母愛大發，決定以單親媽媽身份領養佢。多年嚟，佢獨力承擔個仔龐大嘅醫療費同教育開支，無怨無悔，一湊就係咁多年。話咁快 ，Hanson 即將迎來21歲生日。好多人以為照顧病童係一個重擔，但對於張慧儀嚟講，養子反而係佢嘅護身符。佢幽默咁話：個仔幫佢過濾晒所有爛桃花，因為只有真心愛佢、包容佢一切嘅人，先會接受埋佢個仔。由當年滿身傷痕嘅家暴受害者，到今日優雅回歸，甚至喺家鄉擔任旅遊推薦官，張慧儀用咗超過20年嘅時間去證明一個女人嘅韌性可以有幾強大。佢唔單止推廣馬來西亞嘅美食文化，更用自己嘅人生故事話俾大家聽咩叫真正嘅女神。有人覺得藝人高調晒官職只係一種公關手段，但亦有人覺得好似張慧儀咁樣由谷底爬返上嚟，用愛去灌溉生命嘅女性，絕對值得呢份榮譽。由當年眼角滲血嘅家暴受害者，到今日笑容燦爛嘅霹靂州旅遊推薦官，張慧儀用20年時間證明咗一個女人嘅價值，從來唔係由佢遇到咩人決定，而係由佢自己企返起身嘅姿勢決定。佢話養子係佢嘅護身符，幫佢過濾晒所有爛桃花。你覺得呢份母愛係佢對個仔嘅付出，定係個仔對佢嘅救贖？如果你曾經歷過黑暗，係咩嘢令你重新企返起身？留言分享你嘅故事，或者你想對張慧儀講嘅說話。如果呢種關於勇氣、重生同無條件嘅愛嘅內容觸動到你，記得訂閱同冚鐘仔，我哋一齊見證更多生命嘅韌性同美麗。